叫着似夢幻，一念穿越千古間，君晚把夜映長槍，恩怨情仇入心間。毛劍征途萬何在，真情何處能常伴？英雄只在於天真，回首處舊夢難散。風起雲湧天地荒，水主沉浮看命運。劍光幽影，愛恨分明，深情之路願守命。第7章，聲鳴諗起，項少龍大係感動，斷言道：不要走便一齊走。玄宗微微一笑道：少龍知否為兄，因何要傳你默示舉世無雙嘅劍術？項少龍茫然搖頭。玄宗道：我曾周遊各國觀察民情，最後終改變咗想法。若果要天下太平，唯一嘅方法就係消滅國家之別，把所有人置於一個君主嘅統治下。只有咁樣，同有呢一統天下嘅人，先至能夠實現我墨門嘅理想，實現天下嘅大利。而呢個人就係你，所以我先至把空中所學傾囊相授。項少龍心中暗嘆，佢知道的確有人統一天下，嗰就係秦始皇。而佢項少龍真係趨炎附勢之徒，只想揾到微時嘅秦始皇帝，同佢一齊同撈同佢，好享盡富貴榮華，不由暗感慚愧。圓圓見佢垂頭不語，仲以為佢深受感動，搭上佢膊頭道：若果你真係感激我，依我之言行事吧。延平帶嚟嘅都係劍道高手，人數雖至數百，已唔係我哋兩人所能應付。我囊裏有攀繩嘅工具，由我引開佢哋嘅注意，你可趁機逃走。成大事者豈拘小節，若你再婆婆媽媽，百讓我哋一齊送命。巨子令仍落入奸人之手，我玄宗死都唔會瞑目。項少龍伸手接過巨子令，只覺入手冰寒，顯非普通黃銅，難怪延平唔能夠仿造一方出嚟。嘆咗一濕氣道：大恩不言謝，我實在無話可說啦。玄宗笑道：唔好咁悲觀，佢哋想殺我，亦都冇咁容易，講唔定我哋仲有再見之日呢。囊裏仲有對血，你既非我行會之人，使唔着赤住雙足，不小心踏上屎狗糞一類穢物先至糟呢。項少龍忍唔住笑咗起嚟，淚水亦都同時忍唔住流下面額，心中升起咗一個連自己都感驚懼嘅想法：假如殺咗暴君，秦始皇嬴政，歷史會變成點樣呢？當晚項少龍悲憤無奈咁攀越城牆逃離武安，隱隱知道永遠再唔會見到玄宗呢個胸懷大志嘅智者同埋一代劍術宗師。喺目睹自己行會四分五裂，墨者變成爭權奪利嘅人之後，一粒充滿救世熱情嘅心早死去咗，決意以身殉道，希望以自己嘅死激起佢項少龍嘅熱血，使佢能夠以另一種形式去實現天下之大利。可係以佢項少龍嘅一雙手，點能夠改變中國嘅歷史？佢又唔係秦始皇，但係佢可唔可以影響嬴王政？就好似玄宗咁影響佢呢？改變之後對中國嚟講係禍係福。日消月出，聲喚斗移，亦都唔知過咗幾多日，佢終於到達咗駐着重兵嘅韓郊外圍衛星城堡。呢段旅程，佢嘅心神全浸淫喺玄宗所授嚟自一代大師墨澤嘅劍法裏邊，佢又把現代根據人體學同埋力學而得嚟最可怕嘅搏擊之術融入劍術裏邊。有所寄託下，佢忘咗時間，有時喺曠野一留便係10幾日，靠自製嘅弓箭捕獵野禁充飢。佢嘅體能喺呢種刻苦嘅環境底下變得更強壯健碩。佢本想偷入韓寇，但係一睇邊防嚴密嘅情況，唯有乖乖嘅走到關防處，向守兵報出逃荒嘅老闆畜牧大王烏氏嘅大名。守兵立時嘩然起敬，揾咗個官嚟見佢。個年輕軍官打量咗佢幾眼之後問道：你叫咩名？項少龍老實答道：小人叫項少龍。
咁軍官同四周嘅10幾名趙兵一齊動容。軍官飲道，大膽狂徒，竟敢冒充項英雄。佢早喺半年前同馬賊一戰中為救同伙壯烈犧牲咗。我有個朋友親眼睇到佢一人擋住咗追兵，項少龍亦為之愕然，估唔到自己變得係有名。任由撲上嚟嘅趙兵擒住亦不反抗，笑道：大人嘅朋友叫咩名啊？軍官報出咗一個名，項少龍忙把嗰人嘅高矮樣貌形容出嚟。呢個時候，有人從佢懷裏掏出屠方贈佢嘅匕首，軍官一睇，再無疑問，態度大改，問咗當日發生嘅時候，同時使人飛報喺韓習嘅屠方，更親自護送佢到趙國嘅京城去。個軍官叫凌申，與佢並騎而行道。烏爺係韓寇最受尊敬嘅人之一，若不是佢四出搜購戰馬，又不時捐獻國庫，我哋趙國怕早俾人滅咗。而家燕人嚟攻打我哋，幸好我哋兩位大將軍廉頗和樂成把燕兵殺個片甲不留，反攻回燕國去，真係大快人心。項少龍好想問趙國已係陰盛陽衰，點解仲要到各地搜羅美女？但係怕對方尷尬，終忍住不問。談笑間，韓計在望。同武安相比，韓區至少大咗3、4倍。護城河既深且闊，城高牆厚，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城外仲駐咗2營趙兵，軍營連綿，旌旗刺海，頗具攝人之勢。城樓處滿布哨兵，劍拔弩張，氣氛緊張。尚未進城，一群騎士湧咗出嚟，帶頭嘅正係久違咗嘅屠方，其他全係曾出生入死嘅戰友，李善亦係其中一人。見面嘅時候，自係一番驚喜。屠方同一眾武士擁住佢興高采烈進入城裏。項少龍忍唔住向屠方問道：廷芳事好嗎？屠方面色一沉，歉然道：對唔住，我以為少龍你喪命插手，等咗3個月之後，遵主人之命把佢送咗俾人做武姬。係跟住笑道：不過少龍放心，我會特別再挑2個比佢更動人嘅美女嚟侍候你。項少龍像俾人照胸執打咗一拳咁，臉色煞白，好一陣先道送咗俾乜嘢人。屠方心中大訝，估唔到以佢俊偉風流，竟會對咁樣一個買翻嚟嘅女人如此多情，嘆道：對唔住，我唔能夠話俾你聽。少龍諗諗，項少龍大怒道：唔好講啦，尚未證明我真係死咗，你唔應把佢送俾人。屠方城府極深，毫無不悅之色，道：少龍先到別館休息熟肉，等我為你諗下辦法。主人聽日會親自接見你，呢個係我府武士最大嘅榮幸，莫要錯失機會啦。項少龍興奮嘅心情喪失殆盡，走肉行屍咁喺城內寬敞嘅街道策騎走住，對四周宏偉嘅宅舍視如不見，情緒低落至極點。冇咗自己嘅保護，呢個命苦嘅女人係咪只係由一隻魔掌落到另一隻魔掌裏咩？而家佢係咪正喺另一啲男人胯下受盡凌辱，愁腸寸斷時，屠方推咗佢一把，教佢隨佢哋避往一旁。項少龍清醒咗少少，往街上去，只見行人車馬紛紛讓往一旁，讓一架前後各有20幾乘騎兵拱衛嘅豪華馬車經過。屠方喺佢耳旁道：係我哋孝成王嘅最年輕妹子雅夫人嘅座駕，佢係韓抗出名嘅大美人，嫁咗俾趙括，可惜喺長平一戰中死咗。馬車緩緩而至，忽地喺佢哋面前停咗落嚟。眾人大訝嘅時候，一名衛士策馬而嚟，請咗屠方過去。屠方受寵若驚，連忙下馬，去到低垂嘅車簾前，同車裏嘅雅夫人講咗幾句話之後，馬車開走。屠方躬身相送，先至攞咗翻嚟，對項少龍神秘笑咗笑，並冇透露談話嘅內容。項少龍抵達別館，住進一所獨立嘅房子。屠方特別遣嚟4位美婢服侍佢沐浴更衣。當晚就喺別館主建築物嘅大廳筵開21席，除咗當日共患難嘅武士之外，仲有烏氏嘅其他嘅得力助手，更有歌舞伎表演娛賓，氣氛熱烈。但係項少龍諗起廷芳氏同埋久別嘅美蠶娘，又諗起可能永遠都見唔到自己個時代嘅親友，唯有借酒佢度惆悵，飲個酩酊大醉，酒席未完便已不省人事。迷糊裏邊，似乎廷芳氏翻去咗身旁，同佢共赴巫山雲雨。醒嚟嘅時候，躺喺臥室嘅地席上，陽光由窗戶透入嚟，身旁仲瞓咗一個
如花似玉嘅赤裸美人兒，卻唔係嗰4名美婢任何一人。佢瓜子般嘅精緻臉龐，絕冇半分可挑剔嘅瑕疵，輪廓分明，若經刻意雕琢，清秀無倫。年齡絕唔會超過18。烏黑嘅秀髮意態雍嘅散落，枕上鼻上，襯托得佢露喺鼻外嘅玉臉朱唇，粉藕般雪白嘅手臂更係動人心弦。美人兒猶在海棠春訓，俏臉隱見淚，但係又係充盈住狂風暴雨後嘅滿足同安寧，散發住奪人神魂嘅豔光。項少龍心中叫咗一聲我嘅天，自己琴晚究竟對呢個姿容更勝廷芳氏同美嬋娘嘅少女幹咗咩事？心中一動，忍唔住輕輕牽高鼻子，青春煥發，應高則高，應小則小，風雲起伏嘅美景立即呈現眼前。粉嫩利滑嘅修長玉腿同渾圓美股下嘅地脊處，隱見片片落紅嘅遺痕。項少龍嚇咗一跳，放低鼻子，佢臉上嘅淚必係與此有關。琴晚酒後糊塗，又兼近半年冇掂過女人，竟把佢當作咗廷芳氏，肆意撻伐。咁樣一個未經人道嘅嬌嫩少女，點樣抵受得了？難怪佢痛得合腦，不由大感歉疚，但已錯悔難返啦。項少龍企咗起嚟，走到窗旁，往外望去，只見花園內其中2名美婢正在澆水修枝。騎到窗前嘅項少龍時，含羞施禮，又忍唔住偷睇佢雄偉嘅身軀。其中一婢道：公子醒咗，小婢立時嚟為你灌洗穿衣。背後傳來嗰美人兒驚醒嘅嬌吟聲。項少龍忙向2婢道：且慢，俏婢善解人意，抿嘴笑道：公子若要小婢服侍，請隨時呼喚小婢。嘿，我叫春盈，佢叫夏盈，另外2個係秋盈同冬盈，咁易記，公子唔會忘記吧？項少龍心緣身後美女，微笑道：只要睇過2位姐姐一眼，一生都忘記唔到。轉過身去，咁剛被自己佔有咗處子之軀嘅美女坐咗起嚟，鼻子滑到不堪形握嘅腰肢處，露出嬌挺瘦聳嘅上身，含羞答答垂下抬手，唔敢睇佢嘅面貌，以蚊一般輕細但甜美嘅悅耳聲音道：小妾舒兒向公子請安。項少龍連意大身，坐返佢身旁，用手捉住佢巧巧嘅下鞍墜，使佢仰起咗俏臉。佢明媚動人嘅大眼睛同佢目光一觸，嚇得立時垂咗落去。一心如塵狀又羞又喜嘅美樣兒，少女風情，教人目為之願，神為之奪。項少龍可毫不猶豫咁肯定佢係截至目前為止所接觸嘅女性中最動人嘅尤物，暗嘆桃芳厲害，送咗個咁樣嘅可人兒俾自己，佢個能唔為桃芳賣命？柔聲道：仲痛咩？舒兒搖咗搖頭，船又含羞點頭，紅霞立即擴散，連耳根肉頸都燒咗起嚟。項少龍立時生出最原始嘅反應，舒兒低垂嘅目光剛好睇個正着，嚇得嬌軀一陣顫慄，顫聲道：公子抬抬。項少龍知佢此時絕禁受唔起第2次嘅風雨，溫柔咁吻住佢嘅櫻唇，輕撮住佢嘅小舌尖，然後吻佢嘅眼睛同埋臉蛋。跟住係粉頸同埋玉乳，整到佢渾身抖顫時，先至放過咗佢，微笑道：唔使害怕，琴晚係我酒後糊塗，以後都唔會咁粗暴啦，好好再瞓一覺啦。舒兒鄙微地阻佢一眼，喘住氣道：舒兒要服侍公子。項少龍憐愛道：你企得起嚟咩？舒兒抬手按上佢嘅寬肩，借力想先跪起來。船又秀眉蹙起，坐咗返去，玉荷霞消。項少龍風流慣咗，睇到佢如此動人美態，忍唔住伸手喺佢蘇胸側意撫弄一番之後，先至將佢按返地席上，蓋好被子。待要出房時，忽被舒兒拉住佢嘅大手。項少龍啞然向佢，舒兒含羞道：公子而家係咪想要舒兒？項少龍伸手摸上佢嘅臉蛋兒，笑道：我只想你而家好好休息，今晚我會令你變成呢個人世間最快樂幸福嘅女人。不由又想起廷芳氏，心中一酸。舒兒用盡所有嘅氣力捉緊佢，
眼神勇敢咁迎上佢嘅目光，深情感道：琴夜舒兒組成咗最幸福快樂嘅女人啦。小妾永遠都唔會忘記嗰快樂嘅痛楚。項少龍忍唔住又痛吻一番，仲探手臂內，細意摸弄咗佢嘅下身同埋肉腿，令佢春風迷醉，先至往廳去咗。四比迎咗上嚟，悉心侍候，長得最高嘅春迎道：陶公嚟啦，喺正廳等候公子。第8章紅氈公子。威雄已翠時，項少龍思潮起伏。當日初底貴境，一切都有種夢幻般不真實嘅感覺。眼前嘅時代同佢一啲關係都冇，所以盡管佢縱情享樂，遊戲人間，亦都冇絲毫嚟自社會或者人際嘅壓力。因說不定忽然佢又被馬瘋子嘅儀器拉住，送返21世紀裏，佢就好似一個唔用負任何責任嘅頑童。可係經過受傷同埋飽歷流浪之苦後，呢個夢幻般嘅世界忽地變得真實同埋有血有肉起嚟。玄宗偉大嘅殉道，廷芳氏嘅苦難，重重打擊，使佢無論喺感情上或者精神上都投入到呢啲世界裏邊去，越陷越深。目下佢雖係享盡美女同富貴，其實卻係失去咗寶貴嘅自由同自主。喺呢戰國時代裏邊，冇嘢比人才更寶貴。一個法家嘅李克，一個兵法家吳起，立使魏國變成一等強國。商鞅更厲害，隻手令秦國變成咗東方眾國最大嘅威脅。而家嘅項少龍，因為以50人阻截咗近1000嘅兇悍馬賊，亦變成一個咁樣嘅人才。諸國對人才只有2種態度，一係為我所用，一係立殺無赦，免得2日成為勁敵。而家烏氏對佢項少龍正係展開籠絡手段，以富貴同絕色美女使佢泥足深陷，不能自拔。所以假若自己透露少少要揾秦始皇嬴政嘅心意，保證立即小命不保。咁樣一座守衛森嚴嘅城市監獄，要逃出去根本係痴人作夢。當年若冇同烏氏同級嘅大商家呂不韋嘅幫助，嬴政嘅父親2人休想逃回秦都咸陽，自己就算揾到秦始皇，亦都全冇辦法將佢整出城外。係咪就係咁樣要為趙人長久辦事呢？假設烏氏命佢去殺戮別國嘅人，自己應該點算呢？項少龍嘆咗一口氣，走往大廳去見陶芳。陶芳正將名俏婢攬喺懷裏，大則手足之欲。見到佢先至放開俏婢，親切咁招呼佢席地坐低，共進豐富嘅早啲。陶芳曖昧笑道：少龍，你唔知幾咁得主人恩寵。舒兒乃燕王喜，送俾主人燕國貴族有名美女，佢肯送你，可見佢對你幾咁睇重。項少龍愕然道：我哋唔係同燕國交戰咩？陶芳顯然對佢呢句我哋非常欣賞，欣然道：若非交戰，燕王喜點肯送出咁動人嘅處女？正因戰況失利，先至想以此大禮打動主人嘅心，希望主人喺我哋大王面前美言幾句。係，而家主人將燕國美人送你，擺明唔會待燕人說話啦。項少龍暗嘆，內中竟有咁複雜嘅情由，轉而問起廷芳事。陶芳神秘一笑道：呢個事我同主人講過，佢定會對你有所交代。放心啦，只要你多啲立功，連大王嘅公主都可送俾你，何況區區一名歌舞姬？項少龍暗感不妙，偏又無法可施，嗰種任人操縱嘅感覺，確係泄氣之極。陶芳道：而家我帶你到烏家城府去見主人，今晚你唔好接受嗰群愛戴你嘅兄弟任何約會。有個人想見你，但係而家我卻唔能夠透露嗰人係邊個。項少龍心中一動，諗起咗嗰匿喺車簾後嘅女人雅夫人。烏氏大宅係城北最宏偉嘅府邸，不過若稱佢為城堡更妥當啲。四周圍以高牆厚壁，又引水城護河，唯一來往嘅通道係座大吊橋。附近全係園林，不見民居，氣勢磅礴，勝比皇后。一路遲來，項少龍先至首次留心到城內嘅行人景物，玉宇瓊樓。若非女多男少之象，真唔覺呢個繁華嘅大都會曾經歷經戰火，還俾魏人佔據咗整整2年之久。據陶芳話，
全城不計軍隊有近10萬戶，每戶有10幾人至數百人不等。照此計算，呢大城市竟超過咗100萬人啦。城內遍佈牧場、農田同埋倉庫，可以想象，若果俾敵人圍城，城內仍然能夠自給自足一段長時間。項少龍隨住屠方通過吊橋，由側門進入烏氏城府嘅廣闊天地裏。進入正門後，係個廣大可容數千人一齊操練嘅龐大練武場，一座氣象萬千嘅巨宅在立，對住正門嘅另一端，左右兩旁宅舍連綿，睇嚟一日時間亦都怕唔夠率觀遍呢啲地方。呢個時候，練武場上邊正有數百人分作幾批喺練習劍術、騎術同埋射箭，更有人着上新造嘅甲墻，任人用各種武器攻打，試驗其堅實嘅程度，砰砰作響。不過最熱鬧仲係戰靶場，近百武士在旁圍觀，不時爆出連珠彈發嘅入彩聲。屠方嘅表情忽地不自然起嚟，項少龍不由自主行近咗啲，只見射箭者係個頭戴紅星冠、身穿黃色底繡上龍紋武士華服、腳踏黑色武士皮靴嘅英偉青年，高度同項少龍相若，最多矮咗1寸半寸，體型極似，虎背熊腰，充滿咗男性嘅魅力，兩眼更係晶光閃閃，額頭高廣平闊，眼正鼻直，兩唇緊合成線，有住說不出嘅傲氣同埋自負。如此俊俏風流嘅人物，實生平僅見。只見佢將箭架喺特別巨型嘅強弓上，拉弓嘅手仲捏住另2支箭，沉腰坐馬，弓弦騷地急響3下，3支勁箭一支追住一支，流星般電射而去。第一支正中200步外箭靶嘅紅心，接住後2支先後破空而至，硬生生入前一箭靈尾處，連成一串。眾觀者睇得如痴如醉，轟然叫好。項少龍亦都睇得目定求呆，如此神乎其技嘅戰術，唔係親眼睇到，點亦都唔肯相信。屠方喺佢耳旁道：呢一個紅星公子連晉係我嘅死對頭武克招攬翻嚟嘅，無論劍術、騎射均為我府之冠。今次我丟失咗100幾頭馬，武克已經喺主人面前大做文章，好彩而家有咗小龍，先使我挽回一啲顏面。不過武克同埋連晉係唔會放過我哋嘅。說到最後，面露難色，項少龍倒吸一揩涼氣。而家佢嘅劍術或可和呢連晉一較長短，但騎射則肯定望塵莫及。正要答話，圍觀者裏飄出一朵白雲，一位姿容身段、柔性舒儀半籌、秀美無倫嘅白衣女郎，興奮地奔到連晉身旁，親熱咁同佢說話。連晉忙把衫上大弓交俾旁人，彬彬有禮，應對住風度之卓，確可迷倒任何美女。項少龍呼吸頓止，讚嘆道：此女定係我國第一美女。屠方嘆道：呢個係主人最疼愛嘅孫女烏廷芳小姐，對連晉婆有啲意思。不過主人似乎想將佢嫁入皇室，連晉正為此煩惱。來吧，主人喺度等住我哋呢。兩人離開人堆，朝大宅舉步走去，後面傳來一聲大入：屠公請慢走一步。兩人愕然轉身，咁連晉排眾而來，後面跟住嘅係絕色美女烏廷芳。項少龍嘅眼光不由落到烏廷芳嘅俏臉上，同佢秋波盈盈嘅俏目一觸，心兒一陣狂跳。天邊近睇嘅佢更係人比花嬌，媚艷無匹。剛才遠睇只着重喺佢嘅胸腰腿等部位，已覺佢勝過舒儀半籌。近睇更不得了，掩藏唔住嘅靈秀之氣撲面逼嚟，教人呼吸頓止。以項少龍嘅風流自負，亦都要生出自慚形穢之心。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佢嘅美唇出於自然嘅鬼斧神工，肩如刀削，腰若筋束，脖頸長瘦柔美，皮膚又滑白，明眸顧盼生妍，梨渦淺笑，配以雲狀嘅髮髻、翠綠嘅簪釵，綴住明珠嘅武士服，腳踏住小蠻靴，天上下凡嘅仙女亦不外如此。烏廷芳見佢目不轉睛睇住自己，露出不悅之色。項少龍一陣醒嚟，往連晉望去，連晉正冷冷打量佢，神態頗不客氣。敖芳亦都係老狐狸，慌忙為兩人引見。
烏廷芳冷淡咁道：原來你就係項少龍，爺爺好欣賞你啦。連俊眉往烏廷芳靠近，以示同呢個美女親熱嘅關係。微微一笑道：在下亦好欣賞項兄，不若擇個吉日良辰，大家切磋切磋，俾在下見識一下能獨擋800馬賊嘅神劍。項少龍聽佢表面雖然客氣，實質語含諷刺，暗示屠方誇大咗事實，心中有氣，諗到若能同啲自負嘅人來個自由搏擊，必可打得佢變成個腫豬頭。但比較其他，便可免則免咗，唯有謙虛笑道：年輕戰術蓋世，小弟望塵莫及，點夠資格同年輕切磋？有閒仲要請年輕指點一二。烏廷芳聽得佢哋似要較量劍術，本來臉露興奮之色，聞得佢如此講，既失又不屑咁低罵道：冇膽鬼，竟掉頭便走。連俊顯然非常滿意烏廷芳嘅反應，仰天一笑道：項兄真令在下失望。如此亦不強項兄所難啊！轉身追住烏廷芳去咗。項少龍反心平氣和，瀟灑一笑，同屠方繼續往巨宅走去。屠方點頭道：忍一時之氣也好，少龍身手雖好，恐仍非佢嘅對手。跟住低聲道：呢小子喺邯鄲四處尋人比劍，打得所有人都怕啦，真希望有人能夠挫佢嘅銳氣。項少龍知佢喺思激將法，微笑道：假若屠爺能夠使我同佢比劍時，可唔受限制，我有7成把握，可重重教訓佢。屠方大喜道：呢個容易得好，俾我揾個適當嘅場合，俾小龍一展身手。我真恨不得可以立即見到冇黑你嗰友嘅表情。請大家記住免費訂閱，俾 like share 同埋留言。有興趣嘅觀眾可以加入我哋嘅會員，只需要1蚊加幣1個月就可以做到我哋嘅普通付費會員。請支持一下我呢個頻道，多謝大家收睇。